覺得尋根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諗法。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嗰個根啊，每個人都有佢嘅緣。站立於人世，我哋需要有一個定位喺度，知道自己喺邊度嚟係好緊要㗎。歷史係一個包袱，但係歷史係一個推動你向前行多一步嘅一個動力。年輕人呢，就好似覺得自己應該係一個世界人咁樣嘅。但是其實成為世界公民的前提是要了解自己的根，先守護好自己的根。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如果我哋冇一個站立點嘅時候呢，我哋好容易咧係失焦。所以尋根係好有意義。喺我眼中，我覺得中西交融係一個獨立新嘅一個個體嚟嘅西式嘅建築物。咁但係裏邊呢，我哋會有中國嘅文化元素注入去。咁呢個可以話係即係中西文化交匯嘅一個好嘅場所咯。從市場角度嚟睇，近呢10年結合中西風格嘅當代藝術作品喺香港拍場嘅成交量增加咗差唔多3倍，咁顯示到其實藏家對跨文化語言嘅興趣，亦都俾我哋見到其實文化交融正係成為一種新嘅審美方向。我哋睇一個文化或者一個感覺，嗰個場地其實係由佢第一步踏入去嗰個場地嘅時候，已經係一種體驗。如果個網絡係足夠嘅時候，可以將啲唔同嘅場所聯動，所以發揮嗰種嘅共振嘅能量呢，就好大嘅。我諗係對於宗族、對於社會、對於文化交流、對於專業知識嘅一啲普及，好有幫助。咁但係呢個概念呢，其實好多地方都有，但係最重要呢，就係大觀會堂背後嘅團隊。我哋睇一個項目嘅時候呢，唔可以就咁睇文字上面表達想做乜，最重要就係個團隊本身個執行能力。通過以往嘅參與唔同嘅活化計劃，包括係火龍館啦、活化藍屋，咁我哋有足夠經驗咧，去到處理啲技術嘅問題。咁當然啦，因為我哋以往嘅工作經驗咧，曾經咧係受到一定嘅國際傳媒嘅關心。呢個探索頻道 Discovery Channel 做咗幾個1個小時嘅紀錄片，華爾街日報咧亦都將我哋擺喺封面嚟介紹。咁我哋覺得咧，學會嘅呢個背景咧，可以將而家將來呢個項目咧發展到咧喺東南亞同埋國際嘅傳媒上面都有一定嘅重視。其實咧，我哋同大觀會堂嘅團隊咧已經合作好多噶啦。喺今年6月嘅文化節啦，同埋而家仲喺度舉辦緊嘅敦煌展覽啦。我哋發覺佢哋嘅執行力啦，同埋個熱誠咧係真係 number one 嘅。如果可以將呢一個金道23號呢個地點變成一個係可以保育之餘，亦都可以延伸有新嘅建築概念去輸入去，令到唔同嘅活動可以發生嘅時候呢，我就覺得係一個好有意義嘅 project 咯。咁當然好多其他教育計劃啊，或者活動呢，香港中樂團同大觀園都可以合作。中西嘅婚宴啦，又或者一啲工作坊啦。頭先好似提到一啲樂譜嘅展覽，而一啲專業嘅一啲去解說或者演繹，而將呢啲樂譜係將佢好立體咁用音樂呈現翻出嚟啦。咁我哋希望將來啦，能夠同大觀會堂嘅團隊啦，有更多喺文化嘅推廣啦、教育嘅層面啦，可以能夠推動俾更多人，甚至推出世界俾大家都有一個欣賞同埋認知咯。文物保護創新研究院和書畫篆刻藝術研究院非常願與大觀會堂聯合舉辦展覽和相關的文化活動。咁我希望咧得到政府各方面各界嘅支持，令到咧呢個項目咧能夠喺東南亞國際唔似香港啦，即係喺成個地區同埋國際上咧提升香港嘅文化方面嘅知名度。咁啊，將文化、教育、社會價值觀、世界觀都埋一齊，咁啊最好。